民众最近爱特别注意一款诈骗的感信哦，伊假做是中华电信，讲有一寡红利会当换商品，要求民众着爱填一寡个人的资料，像信用卡的号码拢需要。其实这是诈骗集团哦，要套路民众的信用卡。初步清查哦，嘛发现讲已经有200个人被骗，被骗超过2000万。警方强势压制，甲人饲伫涂骹。查甫人软电子支付的老胖，用百回 App 结销，套路民众信用卡，买高价品免开1000钱，然后卡号是为倒来的？到那个中华电信的简讯啊，说有那个点数可以换手机还是耳机吧，点进去网页跟我说要刷1块钱，说才能换，输入信用卡资料。没多久，银行就打来啊，所以你刚刚有没有可以刷10几万？简讯一直入来看甲心烦，加中华电信提醒你，小户积分特别到期，把握时间点连结登入领好康。有民众被骗填写个人资料，嫌犯同步伫美方所告，成功3月这个所在各大百回 App， 假因的名加入会员办信用卡，民众收到银行的 OTP 验证码，无怀疑照因的指示写网站的资料。不法集团也当闪过银行的认证机关。初步经查，大概有200多名的被害者，那初步统计的损失金额大概是2000万左右。到案的犯嫌有坦诚那个犯案的手法，但是也是避重就轻。那警方持续的在做一个追缉。今日头前，这个姓林的主嫌等人锁定手机啊加黄金，买这个高价品了后，转卖变现金。警方初步清查有200人受害，透露的金额看上2000万。专案依照诈欺洗钱这个罪嫌移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